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台南购物节的活动，截至目前为止，发票登录金额已超过84亿，所以南市府加码抽第二间新屋，由台南2大不动产开发公会联手提供一户市价于880万元的美宅来抽奖，希望带动下一波来台南的消费力。这栋位于安南区9分子重划区，也是台南市低碳示范社区大楼。其中这一户3房31.6坪的新屋，不管采光、格局和建材都很讲究。建商表示，加上交通和环境的优势，市价已经超过880万。之前就有送过一次所谓一个豪宅，那这一次也是由2个工会选中这个标的。那这个标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位于我们台南唯一的一个立建筑的一个示范重划区。那这个重划区不但是台南唯一，也是我们全国所做低碳的。对是台南2大不动产公会为了响应中央5倍券和购物节活动，联手捐赠，也让台南购物节抽奖增加到2间新屋。市长黄宇哲除了亲临见证，也致赠建商感谢状，欢迎全国民众都来台南消费旅游，只要满100元就有机会成为该房的主人。去年我们台南购物节的这个总抽奖参加抽奖的金额高达66亿又800万。今年已经早就突破那个数字了，那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84亿了。那我想这个抽房子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媒介哈。那但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购物节本身它的内容要好，也就是说许许多的好物、许许多多的美食、许许多的住宿或者许许多的优质的旅游行程，都值得大家一来再来。然后里面的东西也都很好，那值得大家一买再买。第二个，它豪宅本身，我们不是这个预售屋，我们不是这个随随便便找一个，都是精挑细选，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房子。根据统计，台南购物节活动登录金额已超过84亿，台南也是第一个祭出消费抽房子的城市，引发其他县市跟进来刺激消费。经发局表示，购物节发票登录截止日期是3月5号，2间房子在3月12号会在三井奥莱的户外广场正式抽奖。记者顾恩吉台南报道。在防疫期间，有许多活动都改为线上，没想到现在宅在家也能透过手机 App 健身。高雄市政府与新创团队合作开发这款 App， 并且以5间国小为示范场域。希望能够加以推广，让学童寒假宅在家也能尽情运动。健身教练在台前带着台下的小朋友们做暖身运动，孩子们动作确实又到位。但你知道吗？现在不用出门，透过一款最新研发的 App， 在家也能有教练带你一起运动。我觉得非常好玩，因为这个可以不用到一些舞蹈教室啊，或者是要自己听音乐自己跳，可以在这样子直接对荧幕跳，觉得这样子非常好。它不是个寒假作业，但是它是一个让学生可以自己在家里的时候，爸爸妈妈比较忙的时候，自己可以拿来运动。那么运动呢，其实是使得自己的免疫力会增加。那么它在手机上就会呈现你的运动的历史、运动的这个频率，那么甚至是说你的身体的量测都会放在这个地方。寒假快到了，学童们放长假在家，经常会缺乏运动。由国发会协助企业制作的这款软体，可以让小朋友在家与家长一起跟着荧幕上的健身教练动起来，健康也兼顾防疫。加入之后呢，就可以有很多的课程，不管是 AI 或者是 AR 都可以来运用。那在投射到电视上面之后，小朋友可以个别的做，家长可以个别的做，或者是全家一起做哈。那都可以在这个疫情之下，让健康带着走。透过这样子互动式，是把不管是健身教练也好，或者是把健身房带着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当然会希望它不是只有落实在个人，更希望它其实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在家里面的时候，透过这样子，其实它不只是学生达到就是健康促进的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我觉得亲子关系应该会大大的提升。高雄逐渐转型为智慧化城市，利用市府与企业合作打造的线上健身平台，让民众在假期又多了一项运动的选择。而现在先以5所国小作为示范点，期盼在寒假期间，学生们能够透过这款结合 AI 人工智慧的 App， 在家尽情运动。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台东有爱心菜贩数据阿嬷，在台南东区的崇德市场，也有一位从民国82年就持续捐菜的爱心菜农蔡良瑞。这次他要捐给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的自己种的酵素蔬菜，让脑麻儿义卖，希望能增加协会爱心资源，也让脑麻儿能多点与社会互动的机会。菜摊上这看起来清脆可口的蔬菜，都是菜农蔡良瑞自己所种出来的，而且这些菜都是以凤梨酵素代替肥料，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所以他的菜受到许多注重健康的人喜爱。也是因为自己种自己卖，他都会将没卖完的菜捐给弱势机构做公益。这是因为受到胜利电台主持人张丽珍的牵线，将固定每周3与周5捐菜给脑麻协会，帮助他们义卖。透过这样的一个卖菜的活动，在跟社区的民众有一个互动，然后呢，这个经费呢又可以有用，然后重点是这些很棒用酵素养有机酵素牛，对，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我们阿来哥他的发心。事实上，这个活动呢也已经进行有一阵子了哈。那当然，居间有一些好朋友，像主持人胜利电台主持人张丽珍的穿针引线。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觉得非常值得告诉我们社会，告诉我们台南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买好菜，做好事，让资源得到最好的发挥。生活中足久就有啊，足久啊！民国82年就开始有咧捐菜啊，孤儿院哦，82年就开始拢有啊。台南市脑麻协会也很感激蔡良瑞的善心付出，用心帮助脑麻儿。感谢阿来哥哈，那个提供这个蔬菜给我们脑麻协会，啊，让我们脑麻协会啊，也多了一些收入啦。我们的孩子呢，在那边也有工作可以做了，因为他们回去以后会把那个菜分装啊，然后再卖给社区，还有一些左邻右舍这样子。再次还是感谢阿来哥提供这么新鲜的蔬菜给我们。爱心活动也获得市场管理处处长陈豪吉全力支持，与现场来宾共同拿着酵素蔬菜，呼吁台南的乡亲朋友一起实际行动，关心社会弱势。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一颗善良的心需要从小培养。位在高雄苓雅的英明国中，趁着年节前，有老师带着学生们到附近的英明公园写春联义卖，并把收入捐赠给弱势的同学们，教学生用实际的举动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来到英明公园，摆起桌子，2位书法老师与2位学生大笔一挥，写起应景的春联。这是英明国中的师生们趁着农历春节前，来到公园里写春联义卖，希望能用这些收入帮助弱势的学童。我很开心可以被学校邀请来这边写春联，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就是路边写春联。然后他是捐钱给爱心的团队，我觉得这样很棒，我可以参与到，我很开心。觉得可以用我的专长去帮助到别人，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因为现在比较少来练书法，但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有再把毛笔重新拾起毛笔，用自己的专长来帮助别人。校方带着学生实际走出校门，接触人群，并且让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协助需要帮忙的同学，意义非凡。我们就引导孩子，那你有哪些专长可以造福我们的社区，也让社区看见其实你的这个慈悲心。那所以呢，我们就透过这样子一个挥毫的课程，让孩子把他原本所学，然后透过一次性的活动，然后产出的这样子刚好应景的春联，可以去义卖，也鼓励孩子多跟社会做接触，特别是在疫情当下，多了许多的资讯的设备跟电脑互动，但却少了人跟人之间的温度跟温暖。那透过这样子呢，也开启孩子愿意踏出这一步，去跟人群做接触跟互动。跟同学呢，这些同学们一起来参与这种写春联的这种
欢喜迎春纳福的这个好活动，而且又更有意义的就是做这种义卖的活动，非常荣幸的来参加，与这些师生还有一些退休老师们也一起来参与。才刚写好，一名国中的家长会长马上就抢头香，买了第一幅，不仅鼓励孩子做公益，同时也为家里除旧布新，换上新春联。因为现在刚好要过年了，所以觉得买副春联就应景，然后顺便也支持一下学校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觉得写得非常好啊！对，以国中生来讲，就是觉得很不错。低头专心的书写，师生携手来帮助弱势的同学们，在年节前让人心里感到满满的温暖。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资料显示，台湾妇女乳癌死亡率不断增加，占10大癌症死因的第4名，平均37分钟就有1名女性罹患乳癌。对此，奇美医学中心特别成立乳房医学中心，提供一站式跨团队的全方位服务，与民众全力抗癌。奇美医学中心院长邱仲庆表示，为提供妇女较隐秘及完善的就医环境，特别设立一站式跨团队的诊疗服务，成立乳房医学中心，并于日前正式揭牌启用。我们今天奇美医学中心开幕了乳房医学中心，那这个是为让这个有乳房疾病的病友因为有些现在乳癌筛检以后得到有硬块的话，都相当的紧张，要来回奔波就医。那我们规划了一个整合的乳房医学中心，这个民众的诊疗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那在看诊的当天就可以得到很高质的超音波的检查，那当天就可以诊断出来这个是良性或者是恶性，或者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那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话，我们这里也整合肿瘤中心、细胞治疗中心、中医部，那这些相关的部门呢，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咨询，得到很妥善的治疗。奇美医院乳房医学中心呢，它的特色是有2个，一个就是我们透过空间的改造，提供病人更优质化的一个就医的空间。那过去的看诊空间都是比较拥挤、比较嘈杂，那我们特别规划在第3医疗大楼的1楼呢，我们请设计师呢规划一个透过我们博物馆意象的一个设计呢，让我们这个就医空间让民众呢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在这边可以安心来就诊。那我们第2个特色就是我们结合各领域的专家，在同一个场域里面为病人服务。那像刚刚院长提到了，我们有我们的负责这个影像诊断的放射科医师，还有负责手术的乳房外科医师，以及负责这个术后化疗、标靶、细胞治疗的血液肿科医师，同时进入在同一个地方，让病人可以不用在诊间四处奔波，可以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更全面性的一个医疗照护。根据奇美医学中心从2016到2020年的统计，接受乳房摄影与超音波检查总共有93000余人次，其中确诊乳癌有1878人，而且人数是逐年增加。因此，奇美乳房医学中心的主任陈明正呼吁，虽然乳癌的发生率高，但治好的几率也高。只要早期诊断是0到1期，5年的存活率更高达90%以上。揭牌启用现场也有3位治疗成功的病友出席。其中最高龄的是91岁的施奶奶。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在疫情的当下，除了要做好自己的卫生，许多餐饮业者也都非常的严谨，在自己的食材做好把关。接下来，这家烘焙坊老板除了拿过许多甜点比赛的奖牌，对于自己的甜点原料也都以自己吃的安心为原则，销售给顾客。今天我们来到一间甜点烘焙坊，墙上的奖杯是夫妻俩过往征战许多甜点比赛的记录。对于甜点，总是有着一份坚持。我们从刚开始在制作甜点的时候，我们就夫妻就是有讨论过，我们希望是做一些我们敢吃、我们想吃，然后我们愿意吃的商品，给自己也给我们喜爱的顾客。像我们现在就是店里面比较多人会挑选的是千层蛋糕，然后像尤其是9香巧克力千层，就是算是千层蛋糕里面大家蛮喜欢的，因为第一个就是巧克力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然后我们用的巧克力是进口了75%跟100%巧克力去混搭，
然后也有加上一些莱姆酒跟 whisky 在里面，淡淡的酒香味跟巧克力去搭配，然后口感是蛮丰富的。接下来的甜点，大家一定要抓住冬天的尾巴，赶快来品尝。过了只好再等1年喽。草莓季的话，我们蛮推荐草莓泡芙，对，然后我们草莓泡芙是用新鲜的草莓打成汁，然后用乳酪跟鲜奶油去做成一个草莓酱，一个 cream， 然后里面再有自己煮的草莓果酱在里面，然后切开来之后呢，中间那个草莓酱会流下来，对，然后就整个满满丰富了新鲜草莓的味道，这样子。爱吃甜食的蚂蚁们，这家烘焙坊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期待。记者许纯清、周福庆采访报道。台南首次的词汇艺术创作展在东门美术馆开展，展览由国际台湾词汇艺术家许瑞芬创作的词汇艺术生活用品作为主轴，欢迎大家到现场亲自感受一下融合东西方工艺的艺术气息。现场也透过前国立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徐耿修替大家简单的开场介绍。在东门美术馆台南首次的词汇艺术创作展开展，展览由国际台湾词汇艺术家徐瑞芬创作的词汇艺术生活用品作为主题展出。欢迎大家在1月11号到1月23号，可以到现场亲自感受一下融合东西方工艺的艺术气息。现场也透过前国立工艺研究院发展中心主任徐耿修来替大家做简单的开场介绍。他的词汇作品已经从具象到非具象，那艺术性非常的高。那么此外呢，他的作品由于他的词汇，不同颜色的那个上色都要在窑烧，所以他的那个词汇作品窑烧的次数多达20次，也因此他所做出来的作品含有很高的远红外线的能量。如果我们看到它有一些茶杯拿来喝水，水会变很甜；喝茶会变很香；喝酒会变很浓，这功能也非常好。所以像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很难得一见。所以也因此呢，我特别为这个许瑞芬老师在东门美术馆策这个展，从1月11号到1月23号来展出。那么邀请台南地区的朋友们踊跃来参观，机会难得。东方是瓷器及词汇艺术的发源地，长期受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互影响，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元素融合到作品之中。徐瑞芬老师也因为想要完成将词汇艺术传承，在2013年决定回到台湾，将他过去所学传承下去。透过不受局限的风格，将艺术作品融合进生活，充分表现出老师在工艺艺术上的意象风貌。我可以在瓷器上可以任意的发挥，但是呢，我可以决定它烧出来的形式吗？其实有一点点困难哈，因为窑来决定它烧出来会是怎么样子的，我没有办法去决定哈，所以有时候烧起来中间它有可能断裂了、破裂了。对，那你如果放太多的话，它在里面那个窑里面呢，它会滚，那会滚，它会串。那如果你放的太厚的颜料上去呢，它会 chip off。老师的茶艺作品结合金箔，透过高温窑烧的方式，来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不同的层次感。经过高温窑烧的瓷器，更能将茶的风味凸显出来。现场老师也亲自泡茶，让来宾可以亲身体会。欢迎大家在展览期间可以到东方美术馆，一起来欣赏徐老师的词汇工艺。记者何乔邦、刘品言，台南报道。在左营大路上有一家早餐店，除了是当地人每天必吃的早点，更是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朝圣的店家。尤其各式的创意蛋饼，有老板自己研发的口味，更有一些是顾客提供的建议。到底是什么样的蛋饼呢？带各位一起来一探究竟吧。来到莲池潭附近的左营大路，早餐店的老板及伙伴们忙里忙外。听说这里有着几样是你在外面蛋饼店都看不到的特色蛋饼。因为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老客人，然后常常来吃，然后他跟我吃到说不知道吃什么，
他说老板，不然你给我随便用一个好了。啊，我跟这个客人关系很好，然后平常都会开玩笑，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把我们家的肉粽包到蛋饼里面去好，想说来弄一下它。结果没想到他一吃了之后，他就哇，连吃1个礼拜，还跟我讲说，你可以卖耶。我想说，你可能在弄我。然后后来我真的一卖的时候，一推出的时候就造成轰动，这样就很热销，就变成我们的招牌。这是朋友第一次带我来吃啊，我觉得哇好新奇哦！看到那个蛋饼里面夹肉粽，然后刚吃了，我吃一口，我觉得那个蛋饼里面跟肉粽结合非常软润，而且饱足感也相当够。哎呀，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来吃的。所以你第一次吃，你会觉得有违和感吗？不会，因为它撒花生粉也很香啊，也蛮合我的口味的。除了肉粽蛋饼，另外一种口味的蛋饼，当初也是受到客人的建议而去尝试出来的组合，冲击的味道也吸引许多人的喜爱。我们在这边大概行30年了哦，所以来莲池潭逛的时候，一些观光客是一定会来我们这边。很推荐一个叫做皮蛋起司，好啊，这个也是跟一个国外的客人，这个国外的客人是一个澳洲人。然后他一开始来吃的时候，他就说哦，他很喜欢吃皮蛋，然后很想吃皮蛋。我说为什么你想要吃皮蛋？然后他说那我还要再包起司。我说这国外应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他说这个真的很好吃，你一定要用。然后我就把它包进去之后，然后再刷上我们特别的酱料，然后吃的时候他就觉得哇，真的很棒。然后这个蛋饼皮蛋起司蛋饼呢，很特别，是北部的朋友们，就是北部的一些客人们超爱。他说非常的像台北口味。很冲突的美感啊，皮蛋跟起司搭在一起，包在蛋饼里面这样。热于挑战各类冲击美食的你，来到左营莲池潭，一定要来这里挑战你独一无二的味蕾。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报道。一家拉面店开业即将迈入第10年，或许大家不会觉得稀奇，但在号称美食校园战区的鼎中路，可就得各凭实力。老板娘的拉面不仅汤头浓郁，店里的炸猪排更是让许多人赞不绝口。冬天除了吃火锅，其实来上一碗热乎乎且浓郁汤头的拉面，也是可以温暖你的心的。今天带各位来的这家拉面店，就有许多种口味的拉面让你选择。那我来介绍我们的葱烧奶油，因为本身的汤底是浓厚的。那你再加上大量的葱，然后油葱酥，然后再加上奶油。那其实大量的葱跟油葱酥，你只要热汤一冲下去，整个葱的香气融进在那个汤头里面的时候，它汤头是非常的甜。那非常的甜之余，再来就是奶油。当你奶油碰到面条的时候，那面条是非常的滑嫩，所以整个的口感、香气加滑嫩口感吃下去，是我们店里面非常非常畅销的一个葱烧奶油拉面。有些人不吃辣，那我们就用推荐葱烧奶油。那有些偏辣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地狱拉面。那我们的地狱拉面的辣椒是自己炒的，是用我们的朝天椒以及我们加了某些的一个特殊的辣椒的一个搭配。那因为它的辣酱跟它的辣整个冲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香气的辣就出来了。然后你吃下去的辣是会辣，而不会是说那一种很口干舌燥的辣。那辣度的话，我们是可以做调整。店里除了拉面之外，还有一项人气商品是来这里必点的招牌哦。我们的店里面的招牌是厚切猪排，它是整条的里脊肉拿过来，然后我们做去筋，然后再切出我们所要的重量，腌制我们特别的一个那个腌粉。那腌制之后，我们再沾上我们的那个姜粉，之后再裹上我们的那个面包粉。那边面包粉我们特别推荐，我们是从日本进口的那一种面包粉，粗了颗粒的面包粉，它吃起来口感它是不会甘油，不会含油，它炸起来就是不会含油的，而且是非常的脆。所以我们的炸猪排真的卖得很好，也非常推荐我们的朋友可以试着吃看看。如果你是到处追逐不同口味的拉面爱好者，推荐你来这边试一试，顺便点一份人气炸猪排，美味的程度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记者许纯清、周福庆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年假愉快，恭喜发财，新春过好年。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